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闻开始来看，这礼拜开始，西南季风豆豆啊减弱，也毋过因为水气阁真高，气象局表示各地嘛是阁有大水雨。拜一到拜四部分所在天气的变化会真大。拜二开始，太平洋高压慢慢啊增强，佮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又阁是真热真热的天气咯。 过去3个礼拜，我们在大低压带中很容易下明显降雨的天气形态，在未来1周会有些改变了。主要是因为太平洋高压逐渐向西伸展，但是虽然我们是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边缘，但是水汽会稍微少了一些，而且大部分的地区会逐渐转成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另外，南部朋友们，久违的阳光有可能在周2、周3这段时间渐渐的露脸喽。 气象局嘛提醒，中南部伫今仔嘛是有阵雨，也是雷公雨，过道真侪所在嘛拢会落雨。拜5到礼拜，西南季风会往西边吹哦，西半部过道嘛有雷公雨。气象局嘛提醒，中南部的大雨是落袂停，雨嘛是会继续落哦。山区可能爱特别注意防山，所以民众都爱特别注意。 再来看高雄市政府统计，最近的雨量是莫拉克风台以来高雄雨落了上济一段时间哦。94条河川拢达到头一楼的红色警戒，山区撤离的人数嘛是有史以来上济。桃园山区有3个部落因为桥雨水冲断哦，部落停电。虽然早上8点已经恢复供电咯，也毋过交通嘛是搁中断。山顶的金红山影目前咧大出，煞无法度再到都市去卖，互农民是真伤脑筋。 8号中昼一到桃园的山区，台电人员就开始检查设备，对日时修理到暗时。台电人员呢，就是摸黑在工作的情形。这届大雨地区高雄、桃园山区的复兴、立武兰、梅山这3大部落，501个人因为桥断去，掉伫砖头内底，而且搁失电，所以也翕到台电的人员伫暗暝山鸟的状况来修理电。加在伫长工的暗时8点进前，就已经全部恢复送电。 高兴，只要我们都可以连到网络灯源回来。电力的问题解决啦，毋过阁有交通的问题。当地金峰山影当咧大出，煞因为桥断去，无法度落山，也互农民烦恼讲采收好的山影送袂出去，过真远的水果也有可能因安尼歹去。人家已经订好了宅配，我要宅配的，人家已经给钱了。现在没有路了，出不去了。 市府统计，这届是高雄伫莫拉克风灾了后所拄到的上大的雨势，有超过94条溪水到红色警戒，有可能会水崩山。山区撤离的人数也是历来上济，所开2337人。市府即马当咧全力抢修，毋过公路桥易过，互枪歹去的明白克路桥可能要到8月20才有可能通行。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南投国新乡哦，这几天的雨量嘛超过400毫米，当地崩山土石啊拢落落去溪林哦，一寡路的路基嘛拢流掉，路崩去。另外，伫仁爱乡的发地村哦，到83县道嘛有崩山，嘛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武界坝的结果，公所是真紧张。南投仁爱乡发地村的村民要回去厝的时阵，所发现头前有大规模的崩山。在落石啊，危险啊！ 下来了，小心！乡乡有土石放落来，家财赶紧闪开，才无着伤。不过要转去的路也已经拢袂通啊。初一开始，南投山区变大水雨，南投的发地村83线25公里迄搭出现大规模的崩山，连接万丰武界2个部落交通拢互拍断，居民要出入都有问题。封掉了，封掉了。现在要到雾社要多远？ 远呢，因为山区的雨落袂停，土加伤侪水，规段路拢互土石淹去，甚至路基也拢无看。若崩山的所在，因为挖紧武界坝，水质甲水坝安全拢可能受影响。县府表示，目前地质也无稳定，若要拍通，恐惊也有困难。那个长有150公尺，它的高有250公尺，土壤都已经跑到那个五界坝里面了。 南投国城的大石川也出现大规模的崩山，规段路连路基也无去，土石落入去南港溪。这款情形，互民众拢真惊吓，都烦恼刷落来大雨落无歇，山会继续崩。有啊，电条拢出落去啊。进前算有了啊，必顺啊，了车吼，迄有腐烧啊。
当地民众讲，初七暗时就听到较大的声音，车被发现大石川的英冲巷对外的主要道路放灭罢工笑，当地居民都要加了1点钟行远路，才会当出入。公所表示，会暂时先拍通便道，保车中央灾害复建工程，降低对当地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过来今仔增加4例本土病例，4个带病入境，嘛有4个人死亡，拢有慢性病。另外，明仔开始到8月23要维持2级警戒，8大场所嘛是无要开放，也毋过部分场所会当有条件来开放。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4例境外移入的4例，死亡的个案有4例。今天的4例那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都有慢性疾病然后序号2这一位40多岁的女性，那她本身是有这个多重慢性疾病。那我们大概从明天8月4号起到8月23号，我们就维持疫情警戒标准为第2级，符合相关的防疫管理得开放的社区大学、乐龄学龄中心、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亲子馆、那桌游场所那游泳池那职业训练等。提到就是说贩售茶叶蛋、关东煮最主要这里面大概最主要就是要不然就有人帮你拿，要不然就本身就已经包好的在高山的营地，那我们也同时可以让登山者那1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或是同住的家人，那可以在同一个帐篷里面。咱国内已经有超过900万人次注过疫苗，不良事件通报是有4000多件。指挥中心上新的疫苗安全性监测报告嘛显示讲，是以脑中风的副作用上侪有136件，一型的心包油有59件，目睭中风的嘛有6件。有意思是讲这副作用跟甲注疫苗有关系，佮需要进一步来了解。国内当地甲民众注新冠疫苗，目前已经注超过900万人次，不过嘛小连续传出不良事件的通报。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疫苗安全性监测报告显示，特殊不良事件内底，以脑中风136件上侪，急性心脏塌气是59件，目睭中风的嘛有6件。如果说这个病人假如说本身没有这个危险因子的话，它发生的机会也比较低啦。或有些比如说它有很明显的像什么静脉曲张。或者说它有明显的这个血管壁上有一些的血栓的斑块的话，那它也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变化，然后斑块掉下来。医生表示，目睭中风主要是血角塌伫目睭细条的血管内底，血流袂过，所以疫苗应该毋是直接的原因。也若到目前为止，咱国的注射率已经有36.88%，所有受传出已经注过疫苗的人，要是去画到的情形，亲像新北某一间病院，第2日爆出群组感染，占病人有7成拢已经有注过疫苗。台北市联合病院嘛有确诊的医护人员内底，超过一半拢已经有注过疫苗。有医师引用国际期刊《Nature》指出，今年1月份至4月份，以色列做大范围病毒的测试，发现39个已经有注过疫苗的医护人员，也是去挖到 SARS-CoV-2。主要的原因是体内抗体高度上低。他一检验就发现，哇，被感染的这群人，他的抗体浓度呢，在打完之后呢是比较低的。那其实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警讯说，有些人呢打了疫苗仍然会感染，那抗体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所以呢，打完疫苗了，如果抗体越高，其实代表应该就是保护力会越好。医师认为讲，注疫苗并不是代表绝对就袂染病，不过会当降低重症的情形。民众若是注疫苗了后，无持续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也是有可能会染病，而且嘛有甲病毒喂互别人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苗已经无啥够了，台湾甲霹雳旅游气泡上紧8月14要个出团，一寡旅行社是用注疫苗来请人客，也毋过观光局表示，用注疫苗来宣传是违法的，上侪是会当罚业者15万。美丽沙坡那天碧海，四季如春的南太平洋绿色翡翠碧流，今年5月国内本土新冠疫情爆发，特别旅游专案被迫登记。不过，即马疫情转好，有希望伫8月中、8月底重启。为抢商机，不少旅行社已经推出套装行程开放预买。不过，有旅游业者煞伫行程上，告诉民众应依自身需求决定是毋是接受碧流注疫苗。
公司无解释任何医疗行为，甚至也有业者直接写必留旅游专案中客注莫德纳唔免等这字句。这促销文案恐见拢经违法。观光局请旅行业仍应以安排观光旅游为招揽目的，行程广告中出现施打疫苗，观光局将请旅行业者调整修正。因为这摆代表旅游专案中客，必留官方释出台湾旅客引起注疫苗诱因，疫苗有 BNT 交生莫德纳疫苗应选择。旅业者表示，确实未少旅客是为注疫苗来问的。啊，不过，确实等台湾了后，要隔24天检疫，民众意愿也是无悬。那可以不要住防疫旅馆，那这个应该是消费者会考量的一个关键点。可以就是旅游加打疫苗双重目的的话，那当然它的吸引力更高啊。碧流官方一个邀请台湾旅客过去碧流佚佗，即摆开放，无搁限制团进团出，不止用自由行，也搁用做疫苗。相关防疫规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最近确认了后公布，观光局表示，对医疗行为是毋是违法部分，会由卫福部主管开发，强调依法应处3万以上15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Delta印度变种病毒伫全世界传，美国一日就新增加超过11万例，创下最近6个月以来的新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嘛警告政府讲，疫情搁继续传落去，国家会放弃。就算新冠病毒疫情清悬，住院和死亡数拢有增加，不过几落万个爱骑奥多摆的人士，同款又入去南达科特州的乌山参加10天下入去第81年头的斯特奇斯奥多摆赛制。去年大会认为疫情堪忧，取消赞助活动，不过也是挡袂掉车友。后来疫情的爆发，经过调查，和这个节庆有牵连。I got vaccinated and didn't bother me, so freedom. That's what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to do. 美国车牌通报过一日新增加的案例有11万8千人，创下2月以来上界悬的纪录。过去2礼拜新增加确诊有89%，其中大部分胃病的病患因拢无注预防射，病例数嘛是集中伫个较无注预防射的地区。北京新冠疫情协调官员齐恩慈表示讲，顶礼拜病情有1/3对福州甲德州来的。目前美国12岁以下还佫无法度来接种，青少年佫有囡仔，对这款烧胃力真强的 Delta 还佫无法度预防。车牌这一天，福州奥兰多的体检站排真侪人，有真侪民众听到头一天通报有24000新增加的病例，拢唔敢大意。伫杰克森维尔有一大教会，最近失去6个教友，嘛拢无注疫苗，其中有4个人无到35岁。Just was recently married, just celebrated the 1-year wedding anniversary with a young daughter, and now see her gone when you really just know that it was avoidable. 因为对Delta病毒的恐惧，接种率有提悬真济。不过，伫个较保守的地区，也是对疫苗抱持犹豫的态度。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警告讲，美国当咧要放盘，佮表示希望后个月疫苗会当全面使用许可核准，通替疫情带来改变。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紧急使用授权予辉瑞、莫德纳，还有交生，但批辉瑞刷落来会当得到全面使用许可。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来看阿根廷的脚球名车梅西为球队巴塞隆纳踢球20档咯，也毋过因为球队的财务有真大问题，所以无法度甲梅西继续签约。梅西伫记者会顶头真感伤，目屎是一直流。伊讲希望有一天会当佮转来球队继续踢球。流露影响泪，阿根廷的脚球名称梅西伫个个别记者会顶悬发表真大心的演说，因为伊特要来离开出来21年的西甲巴塞隆纳。Este es el final en este club y ahora empieza otra historia, o sea que es uno de los momentos más difíciles. Ojalá pueda volver en algún momento a ser parte de este club, en lo que sea, ojalá pueda aportar. 梅西强调讲，巴塞是全世界上介好的球队。不二个双方虽然已经有达成新合约的协议，球队却因为世界的财务甲结构性的削约，无法度来签约。有几落百个巴塞的球迷聚集伫个诺坎普的球场外，希望会当搁再来见梅西一面。Muy triste después de tantos años viéndolo desde muy pequeño a Messi.
duele siendo tan rápida así la información, duele mucho. Es algo que duele para todos los culés. C'est incroyable parce que Messi, ça va lui faire bizarre. On a vu qu'il pleurait en conférence de presse, mais là il rejoint une autre planète, il rejoint la meilleure équipe du monde. 球迷的心情起落差真济，梅西伫个别记者会顶悬几落摆来停止发言。等伊恢复心情了后，对后一步，梅西表示讲各种可能性拢有。Bueno, es una posibilidad, sinceramente, a día de hoy, a esta altura, a esta hora no tengo nada arreglado con nadie. Es verdad que cuando salió el comunicado tuve... 梅西13岁就为阿根廷来到巴萨加入青年队。 伫一线队的16个赛季内底，替巴萨踢入672球，伫个队史上是排头坎的，还佫替球队摕到4座欧冠的冠军和10座联赛冠军。即马这个招牌名称就要来离开球队，一定会引起戴口罩的俱乐部来咧烧抢这个金字招牌。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再来看咱国内消息咯，海军本地规划要开300多亿来设计制造微型飞弹突击艇60只，也毋过去年计划撤销咯，设计的费用已经开2亿外。国防部本地对这笔预算要安怎来结案是真伤脑筋，也毋过军事专家甲朝野立委拢认为讲，若说计划无合国家防卫的需要，提早结束嘛是正确的。 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任内推动的微型突击艇，原本规划编代票316亿的预算。立法院国防委员会2018年年底决议，军方先打造4只原型舰，而且伫个2022年通过作战的测试，才会搁做其他的56只。不过海军去年年底表示，这个案件无符合作战的需求，所以决定退案。有军事评论员认为讲， 微型突击艇无法度挡大影，嘛无法度载重，所以若载2粒向日反舰飞弹了后，锁定弹的范围就真有限，加上自我防卫能力无强，所以不如发展飞弹车。陆基的飞弹系统来讲的话，毕竟它可以在一个掩蔽良好的一个阵地里面部署，所以某种程度讲，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岸基的飞弹系统的话，其实某种程度的确可以取代微型突击艇它的一个作战的功能。 即马预算已经开超过2亿外，有媒体报道讲，国防部当时为着安怎结报头壳摸咧烧。迄当阵捌做过国防委员会调委，甲审查过即个案件的拿着立委拢认为讲，甲无妥当、无适合的武器案件冻点，会当替国家省几百亿的开销。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这个两岸的军事的环境的变化等等，有些战略会调整，调整完之后有一些可能研发案。 或者是军购案会遭到影响，这个是蛮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监督更严格的把关，要他们先评估出这个必要性之后，发现不到我们的预期的它的功能，所以这一次的预算他们自动的就是撤案了。国防部甲国军到结果为止，拢也未有任何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市的当局公布金融业专案劳检的结果，伫今年4个月份有检查33间金融机构，发现有9间违法，大多数拢是因为无付加班费、甲员工出勤的记录无实在，拢总嘛开出102万的罚单。疫情发生了，冲击各行各业，政府几多遍提出纾困政策，真侪民众申请，因果造成银行的员工工作量增加，加班赶行。 台北市劳动局伫今年4月嘅时阵就进行专案，劳检33间金融机构，发现有9间违法。一共有发现9家事业单位违法，那罚款的总金额达到102万元。事业单位最主要违反的一个情况，仍然是以加班费的一个部分没有依法给付，以及出勤记录不确实为主。有一些已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还因为我们的检查呢，还会去做的一些的。 变动或者是让我们很难去查哈。台湾的这几家外商银行呢，提供资料的速度非常的慢，并且呢，在整理这些相关的要求的法令方面呢，也觉得稍嫌不足哦。台北市劳动局公布检查的结果，包括王道商群、中国信托、新光银行甲银行商群，拢出现加班费无给付，或者是给付无够的情形。因那渣打商业银行、花旗商群，抑个大新商群。 是发现员工出勤记录无照实登记。另外，
回访甲中华商群是有超时工作甲轮班时间让无够的情形。常见的违法态案还是不出那几项很喜欢高喊说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然后他们最愿意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我想这些口号呢，如果要能落实的话，其实自己先率先来遵守这样的一个劳动法令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表现。虽然金融业的劳检违规的比例有慢慢下降，不过全国金融工业联合总会秘书长尤安提醒资方，应该带头做好员工权益的保障。若是员工拄到头家有违法的情形，也勇敢起菜，才袂让这种违法的情形一再搁发生，甚至愈来愈恶化。记者综合报道。有补习班的业者向民众党的立委陈情讲，有超过4成的同业甲未申请到纾困的补助。教育部的官员是表示讲，打开放申请的时阵有真侪业者文件资料有欠缺，7成拢爱补件。教育部嘛讲已经有真侪公务人员休困拢来加班处理了。伫咧疫情期间，拢是用线顶教课。补习班自动课教中心自6月初4开始，会当申请纾困。不过业者反映讲，这2个月以来，依然有超过4成的工业等不到这条救命钱。下一步是说你已经核准了，然后拨款率有78%，但是呢，我们补假一直不是这样算的，我们是算我们提出申请的件数有11000多件，然后核准的拿到钱的才6000多家，这个是58%。台湾的补习班都是很小型的，有60%都是很小型的，教职员工8个人以内，没有这一笔钱真的很难来。业者甲地区经历出纾困的10大关卡，包括专线卡袂通、资料错误、系统上慢，或者是真无简单联络到服务人员，不过问啥拢唔知。但是教育部也有话要讲，官员讲业者为着要抢紧，拄开始受理纾困时阵，所付的文件无够齐全，体件率有够7成。等到拨款这一关的时阵，有3成业者口座写唔对被退件。可能在情节之下，事实上资料一开始第1周，经过我们统计的话，大概有70%多的趴数需要去做补件的动作。那事实上我们都没有分6日的时间持续再去做审查。官员讲，已经有真侪拜六礼拜，因拢伫咧加班审查纾困的文件。业者是希望处理的速度会当搁再较紧一寡。另外，伫咧做预防车方面，有一寡补习班对做册系统无啥熟，所以错过前2遍。也希望教育部会当推动第3遍，来提高补教老师做预防车的比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做桥有一间私立的地方教养院即前传出讲医生互日台死亡。今仔有社会团体甲立委就要求讲，地方教养院应该爱关门。苗栗县政府嘛已经要求这间教养院先停业，罚银30万立委嘛呼吁苗栗县政府应该要求停办撤销执照，嘛甲其他医生安排到其他的教养院。社福团体伫立委的陪伴之下，到立法院陈情，不满苗栗造桥属地地方教养院管辖失当。28岁李姓移民，和姓林的社工甲姓赖行政助理以掠零绑架、铁管拍甲昏迷，家己送病院，却无叫救护车，到病院进行死亡。负责人林成焕过去伫主导南投免费教养院甲苗栗普爱教养院，拢因为评鉴无好，被废止证照。立委呼吁赶紧关地方教养院。他在免费的时候就已经是因为侵占公款而且喝花酒被起诉，判1年2个月。合理怀疑他有敛财的嫌疑。卫福部这一次能够跟地方政府一起携手，让这样的恶质的负责人不能在这样的一个社福的这个领域里面担任负责人。警方初步上验，姓李移民身体真侪所在乌青出现，兴奋剂溶解有极大嫌疑。苗栗县政府已经命令地方教养院停业，各罚30万。立委呼吁苗栗县政府依法命令停办，废止许可，赶紧安置其他移民。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卫福部成立一个德方专案来处理这件事情，尤其是他这样种洗钱的方式。以苗栗县来讲以我了解，我们大概还有600-700位需要进驻机构去接受照顾的在排队应该是要直接的来接管因为收地申请障碍住民所在有限，
就算讲伊评鉴无好，也伫时啊就满额咯。为避免私立停办改善爱面临的接管清算问题，地障者家长总会表示，各县市应该增加公办公营或者是公办民营机构，若经营团队品质有问题，县市政府就应替换团队，也要检讨相关法源，按算伫9月提案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大雨落袂利哦，所以真侪菜色拢水上继续是起真侪。几啊年各类菜拢起1倍，盐水是开几啊倍哦。有真侪物件拢爱加减加一寡盐水，也毋过因为实在伤过贵咯，真侪打伤贵气个减一味哦，望讲消费者会当体谅。讲到咱台湾传统的点心，若准无掺盐水，会当讲是气味减一味。不过因为受到大水雨影响，即马盐水伫大卖场一包啊，加价就要卖到69块，继续是起几啊倍，大头的压力也变甲真大。大概2倍，价钱没有贵，就是让它成本增加而已。我们还是会加香菜呀，菜价贵，然后出门意愿又低。受到大水雨影响，这菜色继续直起，毋若盐水起几啊倍，连高丽菜几啊年也拢要起到1倍，大头的压力是真大。你人客歹买，阮嘛歹卖。阮买的来卖像烦恼咧，遐啊类的啦，伊拢烂呀，2-3成是有啦，一定有的啦。根茎类啊，然后它的价格比较平稳，菇类啊，那叶菜类的话都太贵了，因为叶菜类大概都100元起跳。连台南市长王伟德初到透早也去到大卖场关心菜价，伊也呼吁消费者就会当选择别行。这个水患过去了，1颗要100多块，150几块，相差高达15-16倍。这个部分，我们这个时候不鼓励吃高丽菜，一样吃叶菜类，你还有很多选择。那你要吃根茎类的，还可以吃菇类的哈，这些都是又营养，然后又没有受到涨价影响。受到大水雨影响，全台湾农业损失有超过1.7亿，其中云林县的农业损失有4600多万，是全台湾上严重的。农委会主委陈克中表示，会公告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区核专品项是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甲价利贷款的适用对象。这阵大水雨造成菜色继续大起，连带影响到豆仔类甲根茎类的菜色，也因为泡水受到影响，因的产量未来这2礼拜菜价恐惊袂平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市甲新城乡，今仔早起有4000外户乡停电哦，台电赶紧抢修，后来发现讲是伫花莲七星潭有一只碰器哦，去打着避雷的设备，造成跳灯。目前嘛已经恢复供电咯。下早啊9点36分，花莲市美仑地区乡失电，路面的车辆顶嘛拢袂倒，便利商店嘛无法度做生意。不少民众直接去台电问，是安怎美仑才会清在乡失电？就电视看就无啊，拢无预警啊，嘛无通知的啊，通通没有通知。我现在要来跟他们讲说快点送电啊。台电表示，工程人员去检查了后，发现断电的所在是伫新城乡七星潭的一个电火条啊，因为一只碰器无细日去卡到避雷设备，致使跳电。这只碰器因为电流已经死去。这很大声，像那个打的那个很大声那个样子。这个火花喷到那一边去了。它停电的范围大部分在我们华东路了北新路了中兴路、中美路有一部分另外在新城的康乐北埔、大汉也有一部分了全部是有4493户。花莲这几年发生无细日去卡到台电的设备，致使跳电的情形已经毋是1-2届。台电目前嘛真积极伫咧换未过电的设备，希望会当降低未来跳电的风险。这届失电已经伫9点57分的时阵恢复供电，而且嘛已经甲避雷设备换做是新的，而且未过电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的避南溪哦，最近出现真侪水流茶，其中阁有形容起一间真珍贵的山马，林务局嘛赶紧来做记号，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家己来载登去哦，因为这是违法的。大雨过后，转好天，台东市富公海岸出现真侪和海涌拍上岸的水流茶，有部分漂入去富公渔港，渔民唔敢开船出海，烦恼启动发动机会加入水流茶，机器的损害，台东县政府应请包商来清理。
避难客目前依然串流，啊，毋过岸边出现袂少水流茶。台东林区管理处透早就派出水流茶处理小组，赶紧用怪手夹起来，主要是针对国有的天然气牛将这贵重的茶壳做测量标记，才袂互山鸟气先扣去。先赶快把这些贵重木，赶快住进，因为这属于我们的国有财产。然后，如果我们不赶快处理的话，可能会先被山后署偷偷搬走。台东林管处强调，雨大雨冲落的水流茶拢属于国有财产，啊，毋过即马伫海边发现有民众咧捡。林管处表示，目前台东县政府也无公告研究，安尼行为可能触犯新民法，呼吁民众暂时先毋通捡水流茶。台东县政府按算用1礼拜时间，但林管处甲县府做好贵重茶壳标记作业了后，对公告互民众来捡水流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那边有一间农场，用在地农作物推出料理包、加防疫茶包哦。伊嘛请社区的志工妈妈做回来煮食包装，望讲会当来帮助在地农民增加销路，嘛或者的志工妈妈有淡薄仔收入。这一包一包的退火凉水是屏东那边公菜农场推出的防疫茶，包装甲菜花拢是社区的志工妈妈家己做的，已经致使在地实在销路歹。那比保育协会唔那收购在地农产，佮找社区妈妈来负责料理。现在的农渔民啊，在这一波疫情之下，很多生产的东西它没有办法流通。我们其实是把长得比较没有那么讨喜的水果啦，跟农渔民收过来这样做，然后再去贩售，那也提供了大家一个便利。已经互咱的生活习惯改变，料理包、菜西箱会当讲是拿来拿普遍。这个防疫茶除了互消费者会当买到健康天然的商品，嘛帮助农民增加销路。佮上重要的是，请社区的志工妈妈来料理包装，互因伫疫情期间维持收入。我们使用的都是在地食材，就是尽量能够帮助在地的小农。这边有一批在地的妈妈，在疫情期间维持有工作，其实是就是说地方生活圈共荣的概念。在我们这样子的制作里面，一个艰苦的时机吼，大家就小经，然后做伙度过去。公菜农场除了推出防疫茶，也收购屏东的在地农产，做出真侪好食的料理、四手仔等等的产品，希望农民、志工妈妈甲消费者拢会当度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哦，学生囡仔规天拢踮伫厝，但南七股的树林国小伫歇热的期间，就特别为学生仔准备活土包，学生仔会当来学校领哦。也毋过因事先拢毋知影内底装啥物款的册，希望用遮尔特别的方式来鼓励学生阅读。这些册拢是经过消毒，学生登记就会当为校门领册。这是七股树林国小用快速餐饮店的概念来提供服务，学生伫咧休热期间也会当借册转去看，机会就可以把书带走的，所以才想到这个做法，其实就有点像返校麦当劳这样子，然后就得来书你来了，然后拿着就走，然后也不会因为疫情在这个地方停留太久。这个阅读包当中有无同款年纪适合的册，原本一地有56本，经过学生的建议，调整变成10本，配合无同款的主题，互学生会当补充线顶学习的内容。毕竟小孩子的年龄层不一样，他们阅读的不管是内容啊，或是类别，其实也是有差别的。那我们就想以低年级的小朋友而言，他们还是着力在绘本的部分，所以低年级我们会绘本为主要的主力。然后中年级因为随着识字量比较多，所以就我们改用桥梁书来提供给孩子。那高年级真的是该看点比较有深度的书，所以会以像小说类的比较知识性多一点内容的书籍来提供给孩子。校方讲，这些册拢会经过消毒，加上来学校拢需要实名制登记，像是也分流借册的时间，互家长甲学生拢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南市六甲区公所最近发表一套诗画集哦，邀请退休的员工来画图，诗是区长的作品哦。因甲六甲在地36间将有特色的建筑，靠对诗角度来了解，嘛民众会使认捌在地人文历史，嘛当来吸引愈发侪游客来六甲佚佗。
台南六甲区公所前23仔发表施情会议这本施会集，特别邀请对公所退休的员工蔡慧景来发挥艺术专长，利用无共色水的鉛笔画出6甲36间特色建筑，其中包含宫庙和有名的古厝等等。在完成了这几幅画，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区长，他的鼓励让我对于画画的这个兴趣真的完全充满了热情。彩绘本内面600道讲拢有对应一条诗，这个诗拢是6甲区长陈启英亲身来创作的，希望利用诗和彩绘做会呈现在地文化特色。总共有16间庙宇，有15间的一个老屋，还有5间的一个机构。我们希望能够勾勒出一个诗中有画或画中有诗的一个意境了。接落来，公所按算要将这个诗绘集送到各地图书馆，希望透过这个作品，让民众会当对6甲在地人文历史有更较深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古溪有一位木雕的师傅拿团长，最近伊就用疫情来思考来创作，嘛甲伊对台湾的祝福拢刻伫伊的作品内底，咱做回来看卖。有灵芝、有鱼啊，佮代表气势强甲要破开竹仔的茶条作品。一挂优落的作品，拢是云林古溪茶条艺术拿团长伫咧疫情期间所创作的，各项作品拢有因特殊的意义。希望咱咧疫情会当较稳定，会当穿鱼啊安尼安尼自由自在，分游四海安尼快快乐乐，见落起来的树头伊即马中拄啊这。有落空拄啊，圆空这天然的这毋是人工做拄配合伊这个来做竹啊。嘿。这个一支宝头，这是一个创意啊。好像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边的疫情，让大家生活拢有真大变化。对拿团长艺术来讲，是一个自我修炼的机会。刻出真侪代表疫情时期心情作品。云林县休闲产业艺术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景祥表示，古溪有济艺术人才，所以等疫情过了后，按算要办展览活动。我们古坑的艺术家人才济济所以我们这里有个想法，就是把这些艺术家集合起来，然后办一次大型的联合展出。会有一些相关活动，比如说产品的作品的义卖这样子，对，然后不只是推广，然后甚至可以回馈给社会大众。疫情松动社会，为了防疫，人甲人之间的距离只好扭开，所以济艺术家毋望透过因的作品表达因的想法，嘛甲心内祝福分享给社会，毋望会当早一天度过疫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咱国选手摕到金牌的时阵，颁奖典礼拢会演奏国旗歌。最近，就有台语剧团甲这首歌改编台语词，唱出台语版的国旗歌，咱做伙来听看卖。小西歌曲，不过煞是无共的语言甲歌词。原底用华语唱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歌，有剧团的成员用台语文重新写出新的歌词来演唱。MCJJ 就是这条歌的创作者，伊是想讲，其实因为阮的母语是台语嘛，所以阮用台语来写这条歌。伊迄个头壳内底就浮出来一句台词，就是讲，不管伫倒位，不管伫何时，这就变做这条歌的第一拍。这条是台语文创作的国旗歌，歌词的意思真好了解，而且佫特别写出台湾人对倒位来、对倒位去，表达出台湾多元的历史文化。过去拢是唱华语嘛，细汉时国校咧学的时阵，其实听无这个歌词是咧讲啥物，即马甲改做台语，我感觉佫较亲切，佫较好捌，尤其是佫较接近台湾这个土地。另外一句就是该变转来，因为其实咱台湾人民有一寡人是安尼，即近日来嘛有做拍拼会当出去，其实这拢是咧为着咱台湾的和平，为着家己的希望，行出去无共款的所在，行即摆台湾。阮剧团讲，台湾是多元的国家，有真侪族群，毋望这条台语的国旗歌是一个开始，期待无共语言的族群做伙来创作各种符合台湾族群的国旗歌。
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